嗱，而家球場上邊咧係球證有無上權威啦嚇，你矛波咧，我俾個黃牌你，再矛咧我俾個紅牌你趕你出場啊！咁大家有冇諗過點解係黃牌紅牌嘅咧嚇？原來個答案咧喺馬路度睇到嘅。1970年世界盃咧就係首次引入紅黃牌制啊！咁發明咧就英國個裁判咧係 Ken Aston 啊！咁佢嘅靈感係嚟自邊度咧？原來就係交通燈啊！咁因為咧交通燈咧有呢個紅啦、黃啦、綠啦嚇，香港都係咁樣噶啦。原來黃燈咧就要話警告咩啊？喂，你小心啊！你犯規啦嚇！紅色咧就代表要停你比賽啊！因為咧你踢得矛所以停你比賽，咁趕你出場啦！就咁樣嚟嘅。咁喺1970年呢個世界盃之前咧，其實裁判咧就冇呢個紅黃牌制度嘅。咁有咩問題咧？佢只係口頭警告啊。咁大家咧係用身體語言去溝通啦。咁你須知喺國際賽咧咁係唔同種族嘅球證啊或者球員啊嘛。咁佢哋言語不通，溝通唔到嘅，咁引嚟好大麻煩啦。咁用咗呢個紅黃牌制咧，就大家咧非常之清楚啦嚇。少少嘅設計咧，就讓球賽更公平。唔知大家下次咧係過馬路見到紅綠燈咧，會唔會即刻諗起紅黃牌就係咁嚟㗎啦嚇？你仲希望知道一啲咩嘅運動冷知識？話俾我聽。